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按摩行嘅中间共同嚟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哈。今日同大家共同研究嘅係客家西安語文中國級認證補強試題教材第19集。客家那個黃牛同水牛嘅故事。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同時做試題嘅解釋，俾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哈。大家都會記得客家語、客家可能好多語都有連音嘅存在喲。但是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了解，客家西安嘅連音當前體系上嘅 A 音嘅呢，都係用 A 口牙兩隻字。兒童文也只有用一個本音 A 音，乜嘅no本音咯，就是講韻母音 A 音甚至講一個牛尾，就突然變成講牛 A A 嘅音。三個方面呢，A 同 O 嘅連音做正式嘅時間，要麼做連音也是用六。一個音不但三個都會嚟講是呢，瓦拉亞瑪那亞加巴嘅音，我呢又波羅又摩那個波嘅音，一道音唱出來嘅呢，真好聽。親像賴碧霞小姐，以及一個李秋霞小姐等等，人多少所唱嘅歌都有連音是。所以連音當前所唱嘅講嘅呢，都不符合一個文法。試語、試音、試形嘅用法呢，也係冇照一個傳統嘅方法式來講。所以也係一般人所聽起來呢，語音因為變強變調等等嘅情況發生，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客家嘅歌聲嘅音色等等嘅度，另外呢，大家記得好多語音也有連音式，連音嘅體聲同體語聲呢，同客家嘅西安嘅連聲母、韻母都係相同。親像客家話嚟講是呢，兩個好多話就兩個有一個O 嘅 O 那個五嘅五嘅呢，五嘅好多話講 O 嘅所以講一個客好多客都有連音，所以唱出來呢也非常嘅好聽啦所以在體系上嘅韻母音好多嘅連音呢是用 A 嘅音。而相同有瓦拉亞瑪那亞加巴嘅音，所以講兩個、一道音就出來。但是好多嘅連音體系上，A 音也是有高音到中音，客家嘅呢是中音到大音，親像體系上嘅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呢，也相同有為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10個但是一個在字呢，客同好多相同，前面頭前都係接名詞親像好多話嚟講是呢，牛客家話嚟講牛尾蚵仔煎也用體系上金馬個客家話講金咩雞仔餅好客家話呢就雞仔餅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使用了解客家語同好多語都有連音嘅存在喲。再講到客家好多相同，講話咬字用語嘅語音係分明特別好聽，冇嚴牙太詞，但那係冇一種情況所以講嘅話呢，
可以提升自家同族群嘅人品、地位等等嘅好处啊！再讲到在李文古社科系伫度里啊，有个笑话，讲嘅嗰阵时，嘛个唔识诗啊，那个疯子乱蝶，就太门红蝶，绿血兴旺啊！咪讲嘅蝶上向嘅疯子，自然呢蝶水草长春，鸟通啊！蝶个上满安尼话啦吼，一个就系讲大侠，一个牡丹花、牡丹花，迄客家思维是富贵嘅花，应该挂蝶啊在太堂下，但是近当前又发现到某学证单位啊，将牡丹花嘅花布也系土壤可。标啊，在个偏数下一点呢，是在多的个子思维是一个富贵化，就会放伫堂下安尼吼。再讲到语言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嘅语言、语义、文史、文艺。歌曲词方面嘅文化用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嗰度乡亲呢，将一个康熙字典、国语字典，也是属于华语用词嘅用语，只可以作为客家语、客家文来参考应用，不可能当作是一个禁忌安尼。所以各位乡亲。大家注意了解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字典可用啊。再讲到安尼呢内文伫里所讲到的客家有八大词类，语言有八大词类，对使用的性质，就像名词啊，就会讲啊人、事、体、物一方面，代名词啊，通词相同有同国语的相同，英文的相同。有及物动词跟非及物动词安尼哈，连接词最重要嘅就第八个，第八个就是讲啊，关于讲啊感叹词、状声词、通常词、连音词啊，也就系客家语言伫里最特殊嘅用词，语音用词就再讲一下。感叹词、通常词、连音词是客家特殊的语音的用词，同其他族群的用词无相同安尼哈。所以经常总乡亲大家对我嘅录音多听来做参考，主角方面多看哈，本文多通，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流利，同时能够发扬客家嘅语音。语言嘅魅力好嘅所在安尼吼，再讲到也俺们本文呢，非常嘅感谢按多嘅师梦台湾客家天子报、屏东时报天子报，一个有台南时报天子报、W News 哈，一个 YouTube、Yahoo、Google、Facebook 等等网站呢嚟协助嚟做宣传，非常嘅感谢。然后呢，3群同 email 啊发出2万人嘅嚟同大家嚟做个宣传安尼。再讲到本期黄牛同水牛嘅标题嘅图照呢，有一张牛马嘅带嚟牛字水牛嘅来向黄牛嘅hem讲啊。王爱，网友都讲啊，安尼话吼，所以一点呢，作为一个本标题嘅图照用词，基本上就将一个歌声呢，叫做张牛郎，一个歌曲由彭少芬先生呢，同一个可乐歌、牛奶歌、黑白歌。何白先生所唱嘅，咱系由9月7日小子所唱嘅《阿里山的姑娘》，
用这3种河洛客国语方言不同歌曲来做个比较同时欣赏。主要提倡唱歌嘅发拍神通，唱歌嘅唱语嘅发拍神通有标准，咬字用语嘅分明，歌词内容嘅充足，做作词嘅时节啦。同时曲同乐器嘅演奏也非常的重要啊。同时科学艺术等一个方式、演奏、木族等等方面呢，也唱歌嘅要注意到一点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来注意讲话，那些咬字用语、语言分明、特别好听啊，唔会严牙太子。必听可以提升自家某度族群嘅TV 嘅好处安尼。以上呢，同大家先播嘅播托，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同大家嚟做嘅播托，根本嘅步强尸体交出19集，王友同水牛嘅故事，142对照录音，其中呢也有本文的体育嘅体育嘅重要点啊，同一个重要点呢，个关于讲嘅是呢，本文体育概要也有含有阅读抽烟嘅性质嘅存在，安尼哈。这个体育呢，就是讲啊，网友啊同水牛两位时常很叫用客话叫。王爱安尼，网友讲安尼，河洛话就讲啊海话，伊相同用河洛讲国语方言嘅时间呢，还我伊讲啊莫安尼吧，伊个默两位安尼叫嘅声，听见呢，网友嘅讲紧蛤蟆跪下嘅鸟。做乜嘅话，松松野野，又挂亮亮嘅咯，亮亮嘅咯。人嘅就边嘅就亮亮嘅，人嘅呢就亮亮嘅，安尼嗬。第三，网友嘅讲，做乜嘅话弯弯曲曲，向头前啊。第四，网友嘅名称有運用嘅很多插牛嘅。第五。也下唔少信用嘅人，这位本人指嘛是黄牛，網友嘅名稱來源係樣嘅啊。第六，網友嘅做乜嘅田野嘅時節，搶尖叫，唔敢走到太準河壩去溫約嘅乜嘅人員。第七，網友嘅同水牛雖然有冇都好嘅素材。多見也唔實想到嚟做報復一種精神，非常有禮貌忍耐嘅精神。第八，牛馬王，我哋客家話講牛魔王，同萬人結婚咯，白頭工作，叫人來嘅有萬人咯，紅孩兒、紅孩兒，安尼嚇。第九。網友同水牛多見嘅工作兩位相同，土差耕田有相同，食材也有乜嘅人員。第十，牛嘅雙眼冇牙齒，上眼冇牙，下眼冇齒，有乜嘅人員。同時一個牙科的醫生。牙科嘅醫生啦，客家人是牙科，河洛鄉親有齒科，也有乜嘅人員。第11，這個水池牛人嘅時節，做乜嘅是用烏色嘅水牛來擔任掌政天下事，所以農民啦喺度裡用水牛。烏色嘅水牛，唔係用黃牛嘅安尼嚇，就係十米所講到嘅農民勒嘅吹牛圖嘅是烏色嘅水牛，水牛掌管天下嘅事，黃牛嘅羊毛分咯，也都係有係乜嘅原因。
以上所讲的12条呢，可以作为详细的图，作为一个阅读测验的一个题目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考试的时间，也12条可以拿来本大家来做个听力测验、听力测验，也是一个阅读测验安尼。好来，我们来看本文哈。客家实验语文中国级认证补强试题。教材第19篇，黄牛同水牛的故事，课文一词一语对照，慢慢的读本，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好，本文开始。在头摆头摆，有一日，黄牛同水牛穷下在一条太准渡里，高水温热。当时两只牛的丈夫都是脱离并在准绳蛋糕。当夜两只牛搞水搞到相当生气的时间，突然间天色转暗，过了一趟的时间，天蛋糕就打为一粒大雷公，哐啷安尼，接连就落雪一毛的。这时节，黄牛就出击去了，冲锋北上连江蛋糕，就是岸항。当黄牛要做丈夫的时节，黄牛将眼珠一来一看，看到水牛的丈夫是黄金色的，又是做工的丈夫实在是强。又有排头，当时黄牛临时起贪图之心，就来将水牛的黄色丈夫偷作这位，紧紧就来留这位哦。当水牛在太准渡里温呢相当过年的约以后，张纷纷呢。北上连江蛋糕，要做丈夫的时节，发现伊个黄金色的干货同毛唔见黑的，虽然亲美亲旧，也是无亲多，常常只有黄牛的五色丈夫并在身边，黄牛水牛分明地带，就是本黄牛偷作这位。水牛只好作黄牛细亮的五色的丈夫归屋卡，但是水牛为实得迄个干服，心中一切紧张同不服，想爱偷转丈夫。多转了，所以多显下，还是多出一那件很用客家话了，喊王爱安尼。黄牛的沙敖包敖慢，回应讲啊，还是拖唔转。水牛又用河洛话来吐，海话安尼话，当然听到讲的就讲啊，又用那个安尼，也在澳门澳包的黄牛唔玩就是唔玩咯，水牛又用北京话来吐，还我安尼话。黄牛只好用打马虎眼的马虎的誓言来答复讲啊，好安尼话，所以也还牛谈到好就会点hết哈。但是话虽然是讲答辩讲好，也是唔完就唔完咯，多见一次都唔完。然后有一句话，
这个用国语讲的时节，王阳啊都讲毛口视频做牛视频嘅毛，也是国语啊哈，所以叫做王阳嘅叫为上讲嘅上。话又讲咗啦，王阳嘅头为水牛嘅上夫以后，样样唔玩水牛，又讲嘛水牛头转业，安呢之下。不但脑为人多的消化，又造成呢不少的后遗症啊，有很多乜嘅喏。第一個，王陽嘅做法，偷走嘅水牛嘅烏紗帽。王陽嘅不但經常又唔識戴過做官呢烏紗帽，就將烏紗帽顛倒頭來戴，將烏紗帽嘅兩片大葉來向頭前，同時又雜巴彎彎，所以造成今本日我哋看到嘅王陽嘅角向頭前，所看到王陽嘅角係向頭前又彎又雜樣嘅。叫做第一個睇不利嘅所對王陽嘅睇不利嘅所在。第二，王陽嘅廠房投資為水牛嘅大量嘅乾貨，不但乾貨唔曉得做過，又將量嘅冇做好，有位也冇帶到，所以造成呢，根本嘅王陽嘅將近呢牛。松吹下來，不正確嘅肉係一大袋，這是王陽將近帶下嘅肉很多，做乜嘅肉很多。第三，王陽嘅多見唔敢再將衫褲脱下來，在平常天長嘅時間，日頭一曬一照之下，金光閃閃，非常好看。但是到到落雨也係本人拍到水嘅時間，全身就好像流赤色嘅血一樣，所以王陽又本人安名為赤牛嘅原因就係這個，全身本人拍到水嘅時間，就像流赤色嘅血一樣。第四點，王陽到到天時熱時啊。日頭又很熱，還係唔敢將衫褲脱下來。去河壩也係太準度的溫熱，使氣嘅享受歸順的浸水享受嘅機會。現在只好尖腳嘅方式來代替溫熱來減熱，所以各位鄉親。王陽唔敢溫熱嘅原因就係咁嘅嚇。第五，王陽不法貪圖他人家嘅東西，所以本坊間嘅人來痛恨來稱呼。凡是貪圖受利，做出不法嘅事情，就像王陽一樣，一概全部都本人稱呼為王陽，費用式嘅名聲。來代替hem做講啊，王陽，所以也係人講唔信用嘅人，就講你是黃牛，安尼來嘅。第六，王陽做出投資為水牛嘅毛同衫褲唔還，有一日水牛下一個高速嘅廠過到天庭去，請求天庭法官來判王陽嘅罪。天庭法官接到王陽嘅上過嘅廠時，非常嘅強，即使判決兩樣都係判同強罪嘅罪，做乜嘅呢？法老義就是拖牛叉來填啊呢，同坊間嘅人嚟拖牛叉，一起。實錯實在來改過模式用安尼嚇。
当时孙杨接到一种判决书时，心中不服，马上在申请上诉，并带怒气指骂天庭的法官，含糊不查，随便判决。天庭的判官接到上诉本案的时间，也无事去纷纷的同孙杨解释讲。孙杨话：孙杨，知乜嘅啊？本天庭法官唔是像坊间的判官、检察官，东查西查，浪费时间。天庭法官只有2字一言，就全然彻底了解，就可随即来结案。再讲嘅过仓，过数嘅仓嘅，本天庭法官判决，王杨嘅不法贪图判决，切头吹，做出来吹，有何不可呢？虽有不善管理公物、官府同官帽，判违失公物罪、遗失公物罪，又有何不当呢？孙杨听了以后，披公一命，车随推搪了事。其次，经过孙杨上诉的结果，虽然係孙杨敗訴，維持原創，但天庭判官事後詳細思量之下，想到王楊的真好友的事實冇注意，同互相信用之下，來偷走孫楊的墓位同官府，這裡應該追加一定能錯，但係第二，王楊為係處犯，由天庭總判官連續建議，加上一個附帶教化嘅行為，吩咐坊間嘅人，王楊嘅變神態呈現神遊狀態以後，將王楊嘅講健康，再同蛋糕加上一掛亮亮嘅、毛肚啷啷嘅，隨時來警告王楊嘅，莫再犯偷人不法嘅事情啊！亮亮嘅是警告的意思，五谷成宗 ，OK， 讓相信大家了解哈。所以現下王楊嘅講健康，就本坊間嘅人加上嘅一掛亮亮嘅。同時將另案嘅理解到，那些牛人隨次牛人有無色嘅孫楊嚟擔任掌政天下嘅事。以上王楊向孫楊偷走墓位同衫褲以後，造成了很多嘅罪過同不方便嘅所在。王楊嘅實際後悔也來唔切嘅，過咗一段時間以後，孫楊雖然冇拖轉官府同官帽，但是禍氣也係一年比一年落下來，所以一旦兩隻認為也係漸漸咩有來往有交往嘅，最後兩樣終究有違感情，同時發生了愛情，有神因懷孕啊，有神因啊，當中神因將愛上行的時間，天上諸星樣樣真係雙嘅真太嘅腦筋，唔知一種當中嘅屬因將愛上行嘅生活嘅角，我安排向頭前，
也是上香后背喏，所以诸神洋洋，百思不解，又唔敢持续主张，所以校方来问黄牛话同水牛，到底一个牛角去向羊的来接听过好。这时节，当诸神洋洋下到房间，见到黄牛同水牛以后，就向这两只牛话来说明来意，先同黄牛、水牛讲啊，恭喜呀，恭喜，恭喜！恁两牛话爱情有结果咧，我亲呢最答最好的思考，将水牛的嘢色身调配到极好色、纯好色，喺黄色同乌色均匀呢调配校做合，保证恁两位会满意。但是水牛的角係愛向哪一方？本洋洋，主神洋洋，無法接聽，話都唔前講說。黃牛嘅就搶先表示講，牛角當然愛向頭前，那又搶嗌牛巴，水牛聽嘅以後，非常嘅強，同時馬上反對講，做唔得，水牛嘅角。走苦咯，走功咯，論功咯，來評來論，都係愛向後背。咱要搶牛馬嘅水牛嘅，安尼怎有道理？用白講，唔等地毛。水牛嘅有素人都養出啦，在我嘅都市這裡一共有12隻日。一年之久，我不但攻擊營養同保護，可能可以唔來搶我牛馬嘅喏，這種火爆嘅場面，鬧到諸神洋洋非常冇面子，該前就飛轉天庭去。當諸神洋洋轉去天庭以後，心中也係萬分的觸急起來，足足上嘅3日3夜，也係唔知怎樣嘅來安排水牛嘅角，到底係上向哪一方？何況上行嘅期限又將會到期嘅，所以諸神洋洋就理請眾神來參詳，來做討論。當時眾神知得咧這件事情以後，也係見搖頭，見筆數字，又答嘅講啊，諸神洋洋唔愛啲哦，牛心相當牛，相當慢。為了用火氣取得兩牛妥協，實在係萬不可能的事，所以還是公平的採取集中的方式，不向頭前，也不向後背，向過天好咧。眾神樸素，同上議決，異口同聲來決議。牛角就上在中間，向過天，並提出附帶條件。而向過天嘅角，我等候60日以後啊，才爆出來。因為是60日以後能夠上個角啊，一個原因。看見兩隻牛嘅表現係樣板，係樣嘅。當水牛嘅養下來，牛角唔前爆出來嘅時間，牛巴就黃牛嘅，同牛馬水牛啊，都係非常嘅
涉爱生牛的，但是经过8年、60年以后，牛角章爆出来，生牛的角嘅方向都唔系牛爸同水牛妈嘅相枪所生嘅牛角係向高田生牛嘅，唔係用嘅，也就係牛爸講嘅當牛爸看到一個情況，牛角向高田嘅時節啦，兩個牛嘅都會打歐包，牛爸就指責水牛不一個牛媽喂不守婦託，嚟就牛角向高田嘅生牛嘅唔係捱嘅種，唔係捱嘅種，牛媽本黃牛嘅人亡活着無奈之下講因為係變種嘅，而水牛就講係變種嘅怪物，所以兩牛縮腳就縮腳這位，唔來照顧呢隻牛角向高田嘅生牛嘅，本意自家孤單單嘅在天寒地凍之中險凍死，這時節諸神娘娘都可派人下來巡視看到，諸神娘娘命令巡視嘅天堂國嘅巡視人，將生牛嘅叫來送到火焰山去砸火，此然並交由八爪公主上演起來，呢就係後來法力武術高強嘅牛魔王，客家話講牛馬王。話講諸神娘娘知道咧，黃牛同水牛都唔承認生牛嘅事情以後，開闢當闢嘅批示，就在隔天，從此以後，從今以後，黃牛同水牛不得有愛情同感情嘅事情，所以到今黃牛同水牛再也冇感情同愛情嘅事情發生。怪唔得，呢下黃牛嘅同水牛嘅上三層嘅世界，也唔會來上來一年。黃牛嘅同水牛發生嘅很多款不相爽嘅事情以後，兩牛變得相似有仇有恨，或者壞事唔滿，於是來開上交往。甚至在路上想渡頭嘅時間，也唔是來上來一年，但是值得凡間人類來謙卑嘅係，兩牛雖然冇講話、冇交情、也冇通婚，也唔是懷恨亞國來上鬥，黃牛同水牛唔會上鬥，但是水牛同水牛前後鬥。連鐵頭公鴨啦，來唆使農民來報復，或者來互相嘅農扛嘅製造是非，呢點呢，比起人類嘅修養相處實在是高尚達有君子嘅風範。再講，牛馬王同八爪公主結為公婆以後，又供出嚟武力高強嘅馮海兒馮海儀呢個人哋歷史上過去所看嘅馮海兒同嘅哪吒太子係兩個都成人咧武力非常高強嘅並得到天庭眾神一致敬意。凡間生命上受牛眼中有水牛嚟掌管天下事。唔係黃牛嘅頭度要同大家所報告講嘅農民落地度嘅吹牛圖應該是畫水牛，水牛，同時水牛嘅眼珠同人嘅眼珠是相同，互拍分明
各位乡亲，在看那个本文学语的实验主角，透过角度本大家了解下哈。第温浴就是戏水，洗澡啊。那个听语尊神啊，尊神的尊那边，尊那边。第三，那个毛鱼就射羽毛的，射羽毛的。第四，倾盆大雨就是太马鱼个太鱼啊，还爱啊。个还我哦，个海蛙也对牛的个叫声，个黄牛的同水牛同国语所写的语文无相同，所以讲不同族群一个所写的状声词、通常词是无相同的哈。所以南也有三音，等、南、闽南讲nun一个音。长风就很紧张的意思啊，很紧张。连岗就是安上，第七接连就跟着啊。第十这时间就那个时候啊，一个连岗就安上啊，都讲了哈。安江啊，好漂亮。南部讲安闹啊，黑有三音啊，是黑是拍是。有三音啊，一个改签就很俗气，夫上夫就下身的就夫啊，夫就全身所用的夫啊，官夫的夫，改签呢啊，这个给这个要用底哈，但是这个在的前面是接名词哈，一个底头就是接形容词、动词就结尾哈。17年主义来，就年主义向左右偏看来斜看啊。19看就一个看同见的注意哈。上批看下批而来见上批啊，一个上批下批之分。五色的上腹是西服，是从五色的就嘛个喏。这个坏人啊是小人，黄色的呢就做官的人，白色的呢是小生啊，灰色的是苦力啊，一个用色身做太极时间，可以是黄色的就做官的啊，白色的就花花公子对的哈。23日头又很蓝，很烈的烈又很蓝哈，日头个太烈哈。第24，独立就是指里面哈，一开是木字旁那个盖啊，一个就开啊，就是按那个一个东西一开就带太阳的意思，同旁啊，同旁。后遗症啊，一个就讲这个带了嘛个针头啊，分明就是很清清楚楚啊。后来按这个凹包是骄傲粗暴啊，硬讲的意思。第28点多哈，后来一时间的关系呢，基本上一个共有68的那个主角的部分呢，请各位乡亲上面入来看看老师呢哈，有注音，一个主尾音呢，可以平音啊，一个。考试的时间用汉语拼音嘛，冇用一个有调子的啦，也系用其他的拼音的方式哈。头都所讲啊，阅读测验啊，请看一个本文题意概要10米题哈，同大家也都图说明哈。春游图就是农民那个春游图，系用五色的黄油的。一个木族同你相同五拍กันนะ哈，牛羊的时间用黄牛的，用冇用黄牛的，用水牛啊。一個大廈第2、第3呢，一個黃牛的同水牛，一個有水以後養出來嘅羊人嚟講嘅叫我按其他通過用羊。猪用羊，雞用出，哈，
那个叫呢声音呢是牛马王客家话牛马王国语是牛魔王安尼。在大下个八州公子火焰山嘅同一个牛魔王结婚以后，叫呢声音呢是武功高强嘅冯海儿，冯海仪冯海儿头度讲嘅。一个声音呢，武力高强嘅是哪吒太子同一个冯海儿冯海仪也历史上一个都《西游记》嘅但係嘅黃牛帶新娘咧嚟討一個丈夫話愛安尼話黃牛咧提前圖判案從又不得上訴佢後悔安尼話啦第八黃牛水牛佢好上吊哎呀就個都係寫講演上吊唔係佢好上吊，是為了練鐵頭功但唔是同黃牛嘅上吊，亦都佢神奇素材過後邊呢一個獅獅當然獅就是獅子一個仔字呢也大家讀當然呢是叫讀獅本人這個看到牛權按到又練鐵頭功，所以寫走嘅。另外第十個名水牛舌呢，河洛話大有事一個是台東傑出嘅客家嘅演才子真會顯現語言，所以說第二個講望有頭起大樓都係好咯望有身頭變金望有甲運達達望有木門望有毛未古毛安尼話啦，望有魚話巴黎安尼一個客家土嘅個城市也就河洛話嘅大有事安尼。再看到一個大廈其他嘅參考資料呢，希望各位鄉親有閒時間入嚟參考一下。第一個就是講一個選擇題1000題嘅呢，非常嘅感謝文化鄉親博士亦陸陸續續今日已經將一個19集呢，一共有20集為疊上名地度的錄音同文字對照寫出來。大下嘅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一共有16科文化先生博士也點出來一個 YouTube 嘅這個，所以點一個名字呢就可以看得到。另外客家商業用語繪畫也係有16科一個文化博士也看一齊 YouTube 過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一個一共有100篇，一個客家點名字，同時可以回到一個客家天字報，將那個名字看到本文文同一個語可以談得到。另外呢，就是我對這個研究嘅非常久嘅連音詩，聲母有 R、A、O 三音三音，其他嘅語言呢有5音 R、E、U、A、O、A、E、I、O、U， 但是連音嘅韻母單個就聲母、聲母，大下嘅韻母，聲母只有一個字嘅，韻母呢是有1到3嘅韻母安尼但是個數呢是一個 R 嚟講是呢，瓦拉亞瑪那亞加巴為了也沒能嘅嘅別個數嘅一呢就為了一米尼幾比嘅音，O 呢為了也沒能個波嘅音，所以從上課一定要用連音，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連音是我研究對1968年開始研究多見希望各位鄉親多多研究一個聽語，尤其最嚴重嘅呢就係聽語一個 A 音嘅 T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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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用法，讓武大博士寫出來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
来做个研究。同时，我来相信客家话同河洛话都有连音诗，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研究。最后呢，就写个语音连音客家诗音白话语文的连音咩？语音的文史嘅1968年开始研究，一个写出嘅成果报告，有上集同下集。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研究安啦哈，共同来研究。而家呢，今日就讲到嘅这个安啦哈，一个最后呢，希望大家感谢你，同时祝福那个有考试嘅乡亲呢，能够高分通过客家语文高级认证考试。以上希望大家感谢你，再见。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